我记到清楚啦。100万，万一生意就上，传到100万。下期要去考用针的，你真的请晓得，要提出这副价钱。我带你离开这个所在，咱总要找一个无人识在咱的所在。迄讲爷爸爱带伊个生意走，唔会险。俺と結婚してくれ。你放心啦，啊，可是讲我真正嫁去日本，迄本钱我会还你啦，这单无要做啊。莫开啊！你要嫁去日本？是啊，其实迄日本人袂歹呢，伊叫做哈西摩托。妙的喏！那样子唔是好好，那向要嫁去日本？好好啊，阮真好啊，我对伊嘛真好啊。嘿啊！啊，毋过我还袂嫁人呢，我阁有当有选择吧。总唔得啦，啊用说人家故意也记账袂调啦。伊人故意，啊，我就是歹人，我上尾无嫁予伊，我就是歹人。我无欺骗伊呢，我对伊好嘛是真的呢。对伊好，我甲你讲啦，对伊好搁较害啦。你到尾也甲人放煞，迄款伤心搁较凄惨呢。啊，秋姐，我无少年啊呢，我无想要亲像迄内底7楼8楼，搁要出来卖，迄伤辛苦啊啦。我来包槟榔，嘛是为着以后的日子。假使讲我真正会当嫁去日本，嘛真好啊，对无？你安尼对阿勇说伤过无情啊啦。迄下西摩托吼，有厝，欠一寡钱，人老搁好骗。好骗！你莫到尾后是你互人骗啦，好骗！好，我真正互人骗，我阁会当失去啥？就是为这3顶包，换去日本卖，安尼尔。好啦，算你厉害啦，你有救效啦！你即摆哦，上好是上甲准准的。你若是选唔着人，你这世人就无机会啊！我甲你讲哦。啊，你当时要甲阿勇所讲？我嘛毋是完全对伊无感情，只下你也甲我斗相共啦。即摆我真正是嫁去日本，你爱帮我照顾伊好无？伊的身体无较早遐尔好啊，袂当我安尼啉酒啊，好无？小丽，我是要安怎甲阿勇所讲啦？哎哟，我顾袂着伊啊啦。啊，毋过咱这槟榔豆我有收过哦，爱先问过你，你有出钱啊？咱交互迄9号单的去做，好无？啊，等下有讲要做哦。我有问过伊啊。我这生意袂歹呢，只是一个月做无几工。你讲，你讲。哎呦，啊，迄小吼我会甲你算清楚，别烦恼。阿秋子啊，你一个人带4个囡仔，
伤过辛苦啊啦，找一个查甫人嫁人，好无？哎呀，迄个日本人是生甲啥款啦？是圆还是扁的啦？嗨嗨，哦，我真正给气死呢！烦死！好叫嘞，好嘛？谁想会这么来叫呢啊？用的呢？看看。哦，见到诶！哦，莫叫莫叫，阿珍嘞！快见到，快见到！哎，拿去带摕去，好无？见到很西乡诶哦，莫叫诶，阿珍嘞！他卖某问西乡会到见到诶，也无顾好西乡诶。我的老弟他当然看咱大起房嘛。你讲嘛个？万你有可能，还要注意电机啊。莫叫，妈妈想好。要结婚，小等下，你遮有淡薄仔垃圾啦，好好。要结婚，嘛毋是讲明日啦。一体いいのか、それともダメなのか。啊，到底会使啊袂使，唔讲得清楚。会使啊，毋过阮有条件啦。啊，我是想讲迄个还是摩托上。哈西摩托上吼，敢知影阮台湾吼，迄结婚的礼俗啊，嘿。台湾の習慣も少しは分かってるつもりなので、大丈夫です。結納金も準備するよ。哦，日本哦嘛有结纳金啦，啊就是聘金啦。哦嘛是有嘛吼。有啦有啦，啊毋过哦，按照日本鼓励哦，爱退一半。哦。哦，就算呢。爱退回一半哦。我甲你讲啦，婚礼哦一定爱伫咧台湾办啦，哦，表示讲哦，阮小丽哦是足请赢会嫁去日本啦，啊，毋是去日本白，毋是去日本学白来的啦。大丈夫です。OK。ただ一つだけ、日本人の妻になるので、簡単な日本語だけは覚えてほしいんだ。希望小李吼会当紧去学一寡简单的日语啦，啊先进哦做家后的责任。伊个啦，阮小丽足巧的，伊虽然哦毋捌嫁过翁啦吼，毋过伊会拍拼啦，嘿。嗨嗨，小丽，你以后哦，甲囡仔讲日本话，嘛爱讲咱的话哦。好。啊，搁有啦，啊，日本人生囝有伫咧做未来。无啦，无？你有做电哦？真正讲这算啥啦？做未来足重要的呢。你以后生囝哦，转来台湾，我甲你做未来。大丈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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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。えら。会当转来台湾做未来哦？だからOK 大丈夫。えら。大丈夫啦，大丈夫啦。啊，加啦。大丈夫です。OK です。結婚 OK。そう。結婚 OK。OK。大丈夫。谢谢。大家嗨嗨声。
阿西摩头吼，虽然讲有淡薄仔老，啊，不过人嘛真卡哇伊。安尼你有满意吼OK。小丽，嗯，你要互人哦，袂去日本啊啦！哎，哎。就算讲要互人要去日本，可能嘛读较济哦。你是咧讲啥啦？等下哦，我要去买一寡出国要用的物件。啊，下晡有人要来带我去办护照。啊，小姊，你别烦恼，我一定包一个大红包给你。好啦，我知啦。阿里亚多，多谢。我知啦。好啦，我先来哦。他是你哈。啊！阿小姊，你爱找一个查某人来嫁啦？你一个人带四个囡仔，迄辛苦啊！上菜啊！哦，坐下。好啦。坐下，坐下。坐下。来啦。迄讲，对方条件真紧以后，还没同好啊。小李托的真酷，像那个动水呢，像种个细妹个只，上迄爱带去人哈。今朝你本人迄种物件。老很汹涌啦，视察的咩？上的，你本视察的比沿台湾的较好。老人讲啦，啊，听说老人小姐一个比小丽更较好嘅西妹啦，哈。来啦，袂伫啦，家风青菜沙比伊较好的一拖拉骨啦。就会讲咩？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！何必单恋一枝花？爱迪啦说。上诶，唔对么？悲哀的是。我老拖拉骨买摕咧，服务的要穿好，信用天人足摕咧，我还是爱办夫啊！算了啦，我再个穿人强啊票了。姑嫂，俺爸因为迄度较热的嘿。嘿啦，不过以后阮出去尝茶，我为你可以让着看看呢。反正哦，我研究迄道观厝的住顾客阿勇说，错无？来啦，吃酒啦。
阿姐，哟呼，有冇人啊？我伫后面啦。哦，这无个事情讲差不多了。这假使啊吼，按你算的哦，请时间啊，咱落去讲看啊。好啦，我伫啦，差不多就会按那个价钱的啦。系啊。这阿春的有讲清楚的吼。有啦，还有老弟讲他要几多钱呢？这件呢，我老阿真的带伊啊。嗯。这三木啊，叔叔啊，找的没？你有同梯啊？家家去好教啊？按照一种嘛。啊，好个啊！家家按做，家家去啦，哎，伢就去就去。嗯。啊，真的，等一下。本意去廿八 KB 的迄经理咧，你知道样啊？我做得看到爸爸的，系啊，三老书包的，佮读书二样的。我带去你就带去啊，读书廿八要送你去啊。佮细上哦，读书呢。哪要送啊？要去廿九要送咩？嗯。妈，你读书了？哎。妈妈根本就无伫要卡。要无你去河北方看下？好啊。爸爸。嗯。你怎么解？你去我卡？甲海去好教，拄到眼先生，先生讲入来眼考，有考全问题呢。系啊。咁啊，原来讲嘅温州中去无？唔用电哦，迄妈妈人唔讲嘅嘿。刘中医经济讲得无？中医啊，他去刚毕业，俺亚哈对阮经济讲比下司同学都懂羡慕。最近妈妈对俺同好诶，爸爸，怎么该会安尼喏？妈妈平常时对你唔好嘅。你弄唔好啦，妈妈手会安尼用诶。像迄最近记有着个奇怪，对俺特别好。你体谅出好，地球遐安尼改变。啊，大同是有准备好嘛？加上我都把早就好嘅。爸爸，像有爱让你嘿嘿。还有阿姨啊，
齐瑶阿姨啊。齐阿姨。哦。爸，来做对带英语嘛？鹦鹉，阿奇送来，我讲发给英语。当然做对了。妈妈，妈妈。妈，唔不用哭的哦。我去爸爸家迄急救的。像迄张讲啊，无听说建议的啦。毋迄讲爷爸家买生发较好，迄讲迄毋管人怎转来。做对等小丽阿姨结婚体，怎去爸爸家无？小丽阿姨结婚，管你妈该死啊！我要做小丽阿姨花童啊。要按国的，还做妈该发头。小丽阿姨讲做的。小心。我要去我爸爸他家住。什么时候啊？不知道。你会转学吗？不会吧？你会想和你爸一起住吗？你不要难过啦。如果你没有转学，我们还是可以一起上学，一起下课啊。我不会难过啦。那就好，那再见喽。再见。姐啊，迄讲吼阿珍你的房间借我化妆啊，搁休困好无？你神经病哦！你楼顶安尼爬来爬去，足晦气的。我房间借你啦。是啊，嘿呐，好啊。无啦，我是讲这啦，这饼嘛吼，饼我看哦免做的，台湾厝哪有人要食饼？是哦。大送钱的。好好啦，饼就免做。啊，搁有。还有啥？啊，搁有这啦，康乐队啦，九号迄等的讲吼，要请康乐队唱歌跳舞啦，讲吼我小丽结婚一定要足请兄足闹的咧安尼。伊要出钱哦？哪有？家己买看你伊讲要拖啦。啊，搁有这。阿珍嘞，阿珍嘞，阿珍嘞。我甲你讲哦，你爱做我的花童，我要带你去试穿衫啦。我真正要穿礼服哦。毋是礼服，就花童装有无？迄种啊。哦。你目睭是安那？哎呦，哪会安尼啦？是安那？啊，你来看啦。哦，拢会做多爱用咯。牙齿甲油膏挽紧油啊。你的目睭去搞挽紧油，无怪真安尼啦，哎呦。安尼哦，我去看医生啦，若等伊去。无啊。我来看卖啊。阿珍诶，你敢若洗目针呢？你是头发人身躯吼？你是头发先捌啥物啊哈？扯嘛，莫有白讲啦。就去看医生啦。若无看医生，然后动作说一下。动作师哦一下，你好下是喊叫无好下嘿哦。你讲母猪看唔到诶，你就唔是下诶啦。落去啦。进去。小丽啊，你甲我照顾洗伤诶哈。好啦。看，用我按用哦哈。看医生，又是得按多少钱？做嘛呢？姐啊。哦，小珍的目睭是安那？洗目针啦。哦，洗目针。你是毋看到啥物无应该看的物件？你莫有白讲啦，你要去佗啦？买物件啦。去。好啦。扯嘛。
妈，嗯，你如阿姨讲迄正经的，唔好谈见，唔好乱看哦，看唔得个东西就错个啦。唔要不木材哦，要去砍改啦。囡仔还做得做好头无？俺用汉做得做，唔好害人下休息啊呐！个花筒哦，都爱花筒发到强强诶，哪有个木竹哦，按电啥不个花筒啊？哎，注意地位，注意地位。来啦，来，坐底坐底。伊医生讲哦，木竹莫紧累哦，哈。哦。花筒做唔煞，无封包，通我看年课。唔免有条款啊！做嘛甲娘木竹去好好喏。哎呦！哦。上诶，你用按摩注意咯。用的啦。阿珍诶，按叔问你哦，小丽那叫结婚抢你拍，唔会啊，加想做嘛个？怎么解？那还得怎么解？那去抢新娘。唔正经的爱抢小丽阿姨哦。唔系啦，你话个好抢诶，我认识小丽按久诶，我有无看谁妹，阿勇说迄真男人，无戏哦，长无风度诶，我爱戏。阿珍诶，无彩，阿勇说按相，安尼都唔人来讲哦。算了，我去问娘咩较强啊。好啊，唔去啊。我就会讲呀，面面鲜鲜的。我系乜呢？我系阿勇叔呢。我唔使人同情，唔使人安慰。你真咁讲？算了。哎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下礼拜六伫倒瓜厝。真嘅了。正经的啦。哎，阿勇说，我老唔讲哦，唔看到做唔得看的东西，会卜卜出来。上诶，我等你看呢，因为都冇北冇菜，凊彩讲。走来。哎，唔正经的我来嘿。错。哦。我来，你咪讲我。画好水水吼，几好红啦！哎，唔知安尼学习摩托会加油哦？一定会啦！小丽阿姨，你今仔日动奖呢？我差一点仔你袂出来。是哦，一点仔拢无亲像小丽阿姨。哪会无亲像小丽阿姨啦？啊，真诶，你头前迄句讲足好诶，有足水诶，啊，毋过细伤诶。我甲你讲，我较早吼结婚诶时阵，嘛是袂甲安尼啊，遐尼侪年过去啊，拢无啦。小丽阿姨，原来你以前有结过婚哦？
一个人会当加几摆份？一届啦，西厢来吼，你加一届就好啊吼，好。好啦，紧做，热到要死，囡仔去甲我靠算。把汤仔摕出去食啦。啦。安尼有红无？有够啊啦！有吗？有啦，足水的啦。我实在真唔敢去嫁出去的。哇，好料好料！什么？你新郎新娘两人安尼联谊地方，到底敢会使？那会袂使，规定你会通哦，你讲啥物话拢会通啦，对无？你是要讲日本话啊，台湾话哈？头要紧，就算讲因讲日本话啦，啊听无，冤家嘛冤袂久。来，食。阿哥，做乜間人後尾有一部翻嚟咗？兩個嘅，知道嘅嗬，大家多嘅，好冇？啊，當作做到大包。係啊。我安講哦，交易嘅功夫袂歹哦，我看這個日本啊吼，真有人好舞的啊。你哪知影小丽的功夫袂歹，你哪搞管过？我哪有啦，我無啦，大家攏安尼講。你无？拜托诶，伊伫咧管区遮久着，你讲无？你骗谁啦？对啊，骗笑。有啦。我看吼，你应该去见成龙啊。去敬酒啊！那边好看。小玉啊，我甲你敬酒。哦，好啊。东叔啦，等的啦，等的。六，多谢，好。创啥啦哈？后白来的，等结婚。我哪有啦？迄是你阿个乌白讲的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你稍等下，我要较注意用词的哈。哦，我是今仔我来食喜酒的呢。斗相共就是安那？你来乱啦！你嘛是共款。啊，我叫。嘿呐！啊，这种场面啦，我哪会伤多啊？叫你看就看的啦，你是。哦，好啦。食你的菜啦。食较济，佮摆出来。方向啊，应该是袂乱啦。好啦。美味しい。美味しいな。美味しい。こういうのいっぱいちゃう。これね、草物と鴨のミックスした料理。鴨。あんまりない。美味しい。特別。これは八花料理。りーちゃん。食べない？大丈夫啦。伫咧台湾哦，新娘袂能伫婚礼食伤济啦，哈。神父さんはあんまり食べない。あ、そう。大丈夫。大丈夫。美味しい。是讲你吃什么康乐队，烫啥安尼呢？
来啦！哎呦，好的啦，莫啉的啦，讲啊！妈个，你莫啉呢，要莫啉，俺就莫真爽的啊！来啦，来 CP 啊！好啦好啦，来，CP。哎，我说，你魔术信用嘞？还是魔术信用啊？俺对啦，天涯何处无芳草哎。嗯。拿来啦，错。哦，这波！是哪班啊？韩英语，干嘛？全部老师班。对啦，对啦。哎，你吧。麦克林啊！谁卖您啊？来，你酒啦！来啊！你酒啦！来啦！还有，还有说，你来第几碗啊？来，啊，赶紧啊！早生贵子啊！我喜想你当朝的老太。表姐无情。卖搞笑！小个，都当用的啦！好嘞。一个月，一个月。小丽，有一个种远的所在，遐拢无人识在咱，我带你去。无伊讲的所在啦，上诶。我爱去的所在伫遮啦。哎呦，说好的啦，吼，有事情。表姐，上来我见你，多谢。哦，我祝恁会好会圆，幸福美满。等你。明年
爱生一个囝哦。好啦好啦，为你生好心啊啊！来，敬酒哈！来，给你恭喜哈，恭喜哈！来，哦，早生贵子，白头偕老哈！恭喜来，嘿，多谢，哎，多谢。好聲浪聽，你敢記得我？变真好势，我你好势。哎呐，谢谢。啊，你懂吼？我即个去，就希望会当赶紧回来一看恁啦。哦，我这欣赏你会当嫁好翁呢。你一定会回来啦，啊，毋是你一定会回来看阮啦。嘿啦，日本也比较远啊啦。许下带一个翁回来互我啦。哎呀，不是讲话。好啦，好啦，差不多啊。照顾家己哦。嗯，爱乖乖哦。小丽阿姨再见。你家己要保重哦吼。我会想你哦。幸せに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也た。可以吼。哦，拜托，好，拜托吼。啊，可能去的时间差不多啊，安尼嘛。姐啊，靠啥啦？你较欢喜的做人太太安尼吼。迄个人哦，若是欺负你哦，你就转来台湾，知无？好，较欢喜。保重啊！我来。你保重哦，阿姨再见。对啊，再见。再见。你照顾你家己呢。好啦。再见了，保重哦。再见啦，照顾家己吼。再见。你是对倒位来啊？永春。你嘛是对足远的所在来的啊？是啊。
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？真讨厌啊！讨厌啊！哎呦！大妮，恁兜这新来吼，听讲吼，功夫足厉害呢，佮真高深。生理拢有出上去啊！我看吼，豆瓜厝以后哦，会靠伊啊啦。进来啦！恁兜嘿，300啦，300啦，好啦，好，不来就算了。好啥？嘿，300啦。300。哎呦，我功夫足好的啦。好，来啦。爸落只眼睛你来要倒的，有时要期待，有时又要艰苦，但毋知今日用要切家出门按救，还带带缘故，可能是我亲上离家出走，佮迄亲属于我切家嘅东西诶。拿亚对不起，我就会卖老公的哦。离婚唔会生年狗的。你根本就系生年狗的哦，对无？啊，如姐啊，我这查某囝哦，100万好吧，我拢无爱卖呢。煞唔知，定要值100万。成万哦，成万无啦。老公哦，老公无的啦，钱哦，钱免无的啦，这种嘛该，唔嘛该就无得到啦。我这都也好戏。钱就算比好，其实嘛该唔得，你就还唔对好讲，生年狗才上不开。爱过家，温柔父子，莫等天降嘅雪，爱恨舒风嘅自由，唔讲怕，天天的戏。爱讲。